谢谢点赞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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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紧。我开了吗？我开了吗？我开一的，快点咱们去做这路径。好久不见，家人们！好久不见了，你们要想我呀？分享一下直播，分享就开了噻，来，真的开了吗？开了吗？打开一的。现在开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噻。开都听不到。直播好久不见噻，没开吗？没开呀。直接这个。就这的。不要这样说嘛。嘿嘿。没有是真的吗？点点赞一下。这个是谁？真的没有开吗？我说这个是谁？哪个？下面这个。啊？下面这个。下面这个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这个是。按时的查看，怎么查看？你查不了我，你查得了我什么？查不了吗？就可把可能检查的吗？那些神秘人的这些单，可把就可把操，来，我这开了吗？你们不开了，不开，一点就不开了。这个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家里。到家吗？坐在那拉萨的。你人不行。你人不行。你人不行。对。可把这个，就可把这个。点赞来日的呀，接着就吃的逻辑呀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啊。是我。不是啊，家人们点点赞一下。在饭馆里，我直接在饭馆里，现在有客人了。家人们点点赞。现在有客人，家人们点点赞。家人们点点赞，给你点赞有什么好处？点赞你俺多一些呀，看不着这是的。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不知道呀，我妹妹读手机都没找到你的。当然。要把机，我看一下我。谢谢送下星期的钱。谢谢送下星期几钱？给的钱。聊天嘛。说些点赞姐姐，点赞嘛，就能俺年薪的，等俺年薪给。你这个粉丝是基本上都是我拉的，你忘记了吗？那你为什么换了个这个头像，还换了个名字？我不想看到你了，行吗？好的。家人们点赞就点赞，是那么。现在你的灯牌也灭了，我也不想当了。好吧。走了，你骂你的。直播你好。你闭嘴，直播你好什么好？你好。闭嘴说什么？点赞。真的给我。你想给我点起来吗？我吃了，你得做着了吗？给我可以。
不要这样说啊，点点赞。我姐姐在，不要这样说啊，我姐姐在这边。 OK。点点赞嘛，就是聊聊天，聊别的嘛，不要说那种 game 什么 game 什么的，满足。我这边我惨了。你知道害羞吗？那肯定嘛。害羞2个字，你眼里有？没得嘞。看一下。那这个准的是呢？这个也没用。你看不到我，你不用看。你不要这样说，我姐姐在。你本来就看不到我。真的看不到一点东西上面的。现在我谢谢你。我看到一点。切动。 Hindi rin eh, dito rin eh. Sige.看什么？帮我点点赞，点赞你给我。这样我的姐姐。但是我看了。 我跟你这么说，你现在人不是。我怎么来？在那上面我发了那么多，你过不了。你把他那下面麦闭了吗？骗你妈呀！我在这站着呢，点点赞一下才，接着我点赞记录器啊，俺来点赞记录器多的呢。我给你发了很多东西，你没看到吗？啊？我给你发了很多东西，你没看到吗？没发呀，那节干么的，那干么的？滚！看哪个叫？你发自内心的说话哦。在哪里发了嘛？在哪里发了？手机上面发了。我这边没有啊，那没得。那我吃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去拍嘛？他说你这得记得挺牛就。想不想聊？好好聊。姐，来睡了点同学。你想不想好好聊？肯定嘛。对。姐姐说在打视频吗？说了。你随便啊，再打视频你就说。拜拜了些，拜拜的没行。让我点点赞一下了，拜拜的没行啊，点赞就结了。我这边就是有点卡了的，你去我点赞。我跟你这么说，你就把这个号养的这么好了，你再不养的话，把这个号废了啊！不要瞎搞。我在开呀，我明天开始我要好好播呀。你自己租个房那边去播去。对呀，我要好好的播去。对，你瞎鸡巴搞，真的是。那你这几天你要再去哪里了？再去娘家。一起跟我一起去睡觉，你知道吗？不爽吗？不要这样说嘛，那点赞姐姐的，俺你们也是这边的嘛，我唱的歌的地头是才是，哎呦，真的是我害羞。我才去了。也根本那边他们不见钱呢，他们也见的。我才去了。因为我才没去去的嘞，不要这样说你。我才去了。저 강호 같이 보이다. 차 별로 뛰다.
真的是把我说的一文不值。家人们，我有喜欢的吗？肯定有啊，真的有。我给你们买黄金哦。现在是你对我是什么态度，我都不知道。我等一下跟你说啊，下播了我跟你说。我也不想听。好好的说。我也不想说。你哎，那等俺去什么的，结果来去什么的就了。给个嘛的那里面去，俺呢给点年纪没得去做嘛了啊。你把这个1万的粉丝什么时候能破掉啊？1万的粉丝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就破了。不用明年春暖花开，今年就破了。我给那个土豆给你说了，让你联一下，到时候就破了就行了。来。滚，不想跟你说了。你在念经吗？对，俺到晚点的得一个俺闭关一定要。周末洗得了呀？对，周末也好笑。真的假的吗？你们信吗？那我咋办吗？我去晓得去知道。你去当尼姑了，那我咋办吗？来的结果了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可不可以给我点点赞呀？你们可以连麦哟。连麦。下面的人。20多个人帮我点点赞，家人们30多斤。点赞记住。就是你今天这个状态就不要播了，哦，反而会掉你的粉丝。好的。加播就行了。好的嘛。我这边在看。明天开始好好播。好的。拜拜。我数1、2、3下播。下播，开启吗？听不到人话吗？要播的去真多，我这几门子去了。你这样播着不行，状态不行似的，过来。我就要播。那我直接投诉你，不要好说。行。凡是这样不能播的太快了，嘛，跟你好好再说了，你听不懂。下播死了快。好的。我说的人话听不懂的。一看不着钱的，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好。哦，你好，美女。你好。噜。噜。点赞关注。点赞直接拿这个定下播出。点赞直接拿这个定下播出。哎，但你傻棒子的，你说的啥？你用2个手机，你不要再那样子的。不是你邀请我干嘛？我按错了，不好意思的。啊妈喂，他叫我什么？电子纸吗？你完了是的。你好，直播。你好。哥，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啊？带了佛珠。啊妈喂！佛珠？你这昨晚吃完白可多白家人们点赞呀，家人白怕跟我这没看的，跟我这干嘛么子节目过？狗狗领出来的，瞧狗狗领出长我这题目。就看这算解牛了，就用起这解牛了。根本就对对。白天。